Hello，各位晚安啊！咁而家其實澳洲時間咧就6點幾啦嚇，咁我都頭先出咗去食晚餐。咁我哋有陣時咧，我哋喺澳洲呢邊咧就真係好早就食晚餐㗎。咁5點就食嘅好多人。咁我今日5點咧就食晚餐。咁今日其實有啲嘢講嘅嚇。你見我着件 Lakers 啦嚇，咁 Lakers 嘅位於嘅城市咧就係 Los Angeles，即係洛杉磯啦。咁如果你講呢啲大型嘅運動賽事咧，咁就做咗出年有喺美國舉行嘅呢個世界盃之後咧之外咧，咁仲有咧2028年3年後嘅洛杉磯奧運啊，隔咗幾多年啊？1984年試過一次洛杉磯奧運啦，咁隔咗咁多年之後咧，2028年咧又再一次喺洛杉磯咧 Los Angeles 咧度咧有奧運會啦。咁當然啦，有咩話題就係話，如果到期時特朗普仲係做緊總統嘅時候，咁係咪會禁止同性戀咧？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議題啦。如果你關於洛杉磯奧運會2028年嘅嚇，咁咧其實咧我有啲推介嘅。咁我今日咧揾到件衫喺 TK Maxx，就俾大家睇下。咁我講過啦，其實咧你可以咧去揀一啲地方名嘅衫㗎，即係譬如美國地方名嘅衫啊，或者加拿大啊、墨西哥地方名嘅衫咧，去 for 呢個嘅世界盃嘅。但係如果你想買埋啲衫係俾嚟緊嘅奧運會咧，咁你可以買咧呢啲咧。有洛杉磯 Los Angeles 樣嘅衫咧，咁呢件係 TK Maxx 揾到㗎啦。咁後邊咧就係有好大嘅有個 palm tree Los Angeles 嘅字樣啦，係 California 啦加利福尼亞州咁樣啊。咁咧牌子名咧其實就係 D&F 嘅牌子名。咁咧原價都唔係好貴嘅，原價好似都唔知係24蚊澳洲紙定美金啦嚇。咁依家賣19.99啊 TK Maxx。咁呢啲有城市名嘅衫啦嚇。咁其實佢喺 TK Maxx 咧，咁佢仲有其他城市名嘅衫，譬如紐約啦New York 啦，Miami 啊、邁阿密啊等等咧，呢啲城市名嘅衫咯。咁但係如果你想買衫，唔係淨係俾世界盃嘅，你買衫同埋係 for 呢個奧運會，咁你可以買 LA 嘅嘢啦Los Angeles 洛杉磯嘅啦。咁呢個係我嘅推介啦嚇。咁即係如果你有機會去 TK Maxx 呢啲咁嘅美式 outlet，咁你哋咧可以睇下，睇得開心啊！